跟我妈是在我确定要做手术的时候才跟他们讲，因为我不想让他们担心啊。我知道我父母就是，等一下啊、我先缓和一下情绪。就因为我知道我父母很辛苦，所以我不想因为我自己的事情又让他们担心。你妈有没有去医院照顾你或什么？我是在做完手术后才跟他们讲。都一个人啊。因为我父母都在高雄，我是3月做手术的，2个小时吧。其实我就是进去，然后全身麻醉，醒来手术就好了。其实那时候我姐姐知道，然后我姐姐就是坚持要来，我就叫她不要来，因为那时候疫情很严重嘛。我18岁上来的，9年，快10年。一个人这样子默默坚强这样。还好我有养狗。其实自己从高雄上来蛮辛苦的，因为人生地不熟啊。我那时候上来，我已经有很确切的目标，我就是要走这一行。从小就有这个表演梦嘛。其实我以前是想要做维多利亚的模特儿，所以我去参加了很多选美，包括可能到泰国、到意大利，但后来就认清现实了。因为维多利亚模特至少要175，我差了那整5公分，差太多了。所以我最后一次选美在泰国回来之后，我也觉得我在选美这条路上，我有达到我自己想要的，然后我就转行了，开始拍广告啊、拍戏啊这样。因为台北的消费真的太大了。就是房租啊，然后饮食方面啊，跟高雄比起来差太多了。因为我是闹家庭革命才上来，我父母不让我上来，我就是想要自己独立，我就想要自己去闯。我父母就都很固执，他说好啊，你想要独立，那就你就独立到底。所以他们从我上台北一直到现在，从来我没拿过他们任何1毛钱，就真的就是靠自己，所以很辛苦，但我又会觉得是我自己选择的，我自己就应该要去承担这些过程。在这个圈子你没有经纪人保护的情况下，确实会遇到很多状况，但我觉得都还好，那些都是自己成长的养分。那时候应该常常躲在被是还好啦，真的还好。可能我们从小就比较独立，因为小时候你知道我家里4个小孩，然后我家境不是很好。你知道我们小时候就是摩托车，我们4个小朋友加2个大人挤1台，妈妈后面抱2个姐姐啊，我跟弟弟站前面，然后你知道，以前摩托车也是很耐操的，没有，因为那个时候就家境不好嘛，我爸妈都不在家。就家里只有我啊，然后2个姐姐1个弟弟这样。然后因为小时候，你知道小朋友你都不懂事，我2个姐姐就会排挤我，所以我小时候就比较独立一点。但还好，现在跟姐姐感情都不错了。长大了，大家都懂事了。所以后来父母是到什么时候比较谅解？从我选美得名吧，他们看见了我的决心。他们那时候其实还是很反对我上台北的。冷战个2、3天，我妈妈就跑来跟我讲。然后跟你爸商量好了，我们觉得你要独立，那你就独立到底。我们也不金援你，你去啊，反正你没有钱了，你就会回来。可是他们没想到，我就算没有钱，我也不会回来。我就是一个很固执的人，非常顽固。我想做的事一定要做，因为我的目标很明确嘛。所以不管这过程你遇到什么事情，然后什么阻挠，反正过了就过了，头过身就过。刚上台北的时候，我没有钱啊，我那时候只有就在高中，就是偶尔接网拍存的1万多块。我上台北租个房子8000块，就差不多了。所以我要去打工，去做端火锅啊、摇饮料，每天就是在网络上面到处投履历。就是只要有任何表演的机会，我都丢这样。那阵子真的就蛮辛苦，因为台北的消费真的太大了，再加上因为那时候我父母他们给我1年的时间，这1年你一定要存到10万块，不然隔年我就是要回高雄。所以我觉得那1年是我最痛苦的时候，每个月你光是要存个5000块就很难，再加上我又要不断的去找寻机会。我第1年没有办到，就会哭啊，然后跟我妈讲再给我1年的时间。第2年办到了啦，
那时候真的处于一睁开眼，你就是想钱呢，每天都是过那样的生活，一睁开钱就会想我今天要去哪里赚钱？我上来的第2年，我接到了一个节目，叫《侯妈吉》，就是那时候黄立成跟侯佩岑主持的，我是助理主持，我们就会变成固定班底。因为这个节目，我开始有比较多的机会，认识的人，就人脉就会慢慢的拓展开来。因为这样，所以机会就开始慢慢多了，有喘口气，算是运气也很好啦。我有几个梦想，一个就是我希望可以借我自己的能力，让我父母就不要再工作了。因为其实我爸爸做的工作很辛苦，他是做盖铁皮屋的，从我很小的时候，他就是一直在做这一块，像是焊铁啊，然后盖铁皮屋啊，然后屋顶啊，这些都做，只要跟铁有相关的建筑他都做。常常可能爬高爬低，从小就是会听我爸爸，比如说他回来，然后一脸沮丧，就会说今天工地又有工人摔死之类，我就会很怕，就是会不会哪一天是我爸爸这样。但是还好的是，我爸爸现在已经出来开自己的公司了。可是他就是很顽固，他就觉得很多事情他没有办法放心交给别人，即使到现在他也是会自己就是爬高爬低的。然后我就觉得好担心哦。我妈妈以前可能早上4点起床去做早餐店，或者是去工厂帮忙搬重物。我希望他们不要再做这些事情了，就是好好的去享受生活。因为我家有4个小孩，我妈妈从15岁就开始做小妈妈，我有2个姐姐嘛。妈妈跟我爸爸在一起的时候，她才15岁，她已经要带2个小朋友。因为我爸爸也很年轻嘛，我爸爸那时候20岁。有时候可能会听妈妈就是讲说，你不要那么早结婚，你不要像我一样，就是什么东西都没有玩到。就妈妈常会跟我讲这种话，那我就觉得我好想要赶快靠自己，然后让他们早点去享乐这样。当然就是希望可以拿个奖来证明自己，然后也让家人能够以我为傲，这样。